来，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虱目鱼粥。来，这一碗里面有什么东西？爱讲北京话英文哦，因为这波字幕，来，我们看一下，来，干小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介绍啊，你介讲啊。哎，今年啦，北京话啦，我知北京话讲北京话啦，哎呀，这蚵仔，蚵仔啊，蚵仔啊，蚵仔啊，这个鱼皮，还有鱼肉，还有鱼皮，你不用卷舌，你就慢慢讲就好。还有鱼皮，还有鱼肚肉。哎，我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肉燥。肉燥，这是要加在鱼粥里面的肉燥。哎，肉燥起什么作用？加在这个粥里面的，可以克心，这样压制腥味。不是提味，提里面那个饭里面的味道出来。这是啥？肠啊？它的酥，这个蒜头酥，这是哪里的酥？台湾的蒜头酥。台湾的蒜头酥。芹菜。所以你看它这个这么多，来，咱来看看，过来。我收集要点来，过来，把手来，就得到肉燥饭的卤肉节的，你今年得奖无啊？今年有没有得奖？他有来啊，啊，你去参加没有？有啊。来看看他的，哎呦，肉燥哦，家里那赞呐，这是哪一个部位的肉？这是前腿肉。前腿肉前腿黑猪白猪。现在台湾都是用白猪比较多，用白猪比较多啊。然后这个给我们看一下你卤的这一个虱目鱼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这道地卤鱼肚来，卤鱼肚啊，卤蛋在哪里？我看一下，卤蛋都是在旁边。在旁边。好，来，这个算什么？这个算是盐蒸鱼头。盐蒸鱼头。这个鱼头你看。又大颗，これは都有带肉的。美味しいですね。这个带肉就是这个，带肉。有那个别人的都是小颗的，没有带这一层肉。是，没有这一层。好，你前面有没有在处理鱼肚跟鱼肠？有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鱼肠。我们现在要去吃鱼肠。鱼肠剑谱，鱼肠现在，这个是鱼肚鱼肠已经整理完了。这个是鱼肚，这个鱼肚是没有带刺的。这个多多少少，但是我们要整理，要把它整理起来。你像这个有没有？这里就有一只刺了。有用手摸吗？对啊，用手去摸到鱼刺了。等一下，给我们看一下鱼刺的。还有用这个把它夹子把它给夹起来，这很重要。对，这个步骤。这个鱼肚是菜市场的现货啊嘛，现贵一点。有时候都要摸，让看看它有没有。用手去摸。触感。我看到了，还有蚂蚱跟菜掌吗？用起来的鱼肚就是这样子，比较干净。这个比较干净的鱼肚，那等一下拿去煎就对了。对，煎煮汤、煮粥，都可以。这一间呢，日本有介绍吗？有，日本有跟你们介绍过？有这里。来我们看一下，连日本都来介绍了啦。第二次上，你看看，台湾发现不简单，台湾发现了发现这一家第二次现在就有日本客人进来了真的刚刚那两年日本客人。这家我们这家叫什么？阿星妈在哪里啊？台南市夏林路南区。正义公园对面。如果报渔夫的名来有没有？有，一定说送一颗卤蛋。送一颗卤蛋谢谢谢谢。谢谢。